下去！你们听，难道真的是天与之天命不可违吗？依臣妾看，既然是天命，那不如就让他听天由命好了。夫人，王后有旨。来，此女因降世，非祥瑞之兆，是生是死，由天决断。抱走。求求你，不要带走我的孩子！求求你，求求你们不要带走我的孩子！夫人，我的孩子，你刚刚生产，夫人，我的孩子，夫人，你早日走动，我的孩子，夫人，我的孩子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夫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生下的是个女婴，又不是男孩，有与没有，又有何区别？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孩子，做了鬼也别怪我，要怪，只怪你投错了胎。别拦他，下去！你们听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孩子，我的孩子。
真神命大呀！看来，不管这孩子是不是八星，都是有些福缘的。你说呢？大王说的是。今晚月光皎洁，小公主就取名叫月儿。谢大王，我的小公主，以后你的名字就叫明月。元气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南面的大殿，那大殿里有什么？有你父王。站住！你是谁呀？我不要你管，放开我，让我进去。不行，快回去！放开我，让我快回去！进去。不行，你快回去吧！放开我！不行，你快回去吧！你到底是谁呀？我自己回去。你不能进去！快回去吧！你不能进去啊！嘘，小声点，小心吵着大王。大胆！好了，怎么把孩子放进大殿里来了？大人恕罪！谁在那儿啊？回禀大王，是个孩子。孩子怎么会到这儿来？小的失职，我这就把他赶开。哎，算了，让他进来吧。寡人倒是想看看，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闯寡人的大殿。是。你是谁啊？你是谁？你猜猜。你是大王。那你是谁啊？你也猜猜。你一定是寡人的公主。可你是哪个公主呢？你知道的。寡人不知道。寡人有10几个公主呢。哼，这孩子气性挺大的。我叫芈月。哦，还是你给我取的名字呢。哦，是你呀！寡人知道了，小霸星。没想到你都长得这么大了。我也想不到啊。你想不到什么？我原来以为你是一只大老虎。寡人怎么会是老虎呢？老虎是大王啊，你也是大王。好吧，
就算寡人是只大老虎吧。你站起来！为什么？你站起来！你这是干什么？娘亲说过，老虎的屁股摸不得。哎，老虎的屁股摸得是吧？哎，哎，你摸摸这儿，看老虎的脑袋是否摸得？老虎的脑袋也摸得，老虎的须子也摸得，老虎的鼻子也摸得。父王，你去看看我娘亲吧。你娘亲？她是相夫人。哦，她很想你的，日日都想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她日日都站在门口，朝父王这里望啊望，就是不说话。可是寡人今晚已经答应去王后处用膳了。好吧，回去告诉你娘亲，寡人今晚就去。好，你要说话算数。好了，眼下寡人要忙政务了，你自己去玩吧。好。哎，等等等等，父王告诉你一个别人不知道的秘密，在大殿的后面有个偏门，以后你就从那里进出，不会有人阻拦你。好。夫人，大王来了。臣妾拜见大王。免礼。臣妾蓬头垢面，衣衫不整，望大王恕罪。怎么，月儿没告诉你，寡人今晚要来？小孩子的话怎可作数？寡人的话可是要作数的。你怎么哭了？臣妾高兴。过去寡人冷落你了。夫人，大王去了相夫人那儿。大王去了相氏那儿？是奴婢亲眼见到的。4年多了，这云梦台都快成了冷宫了。不知大王今日怎么就想起了云梦台？大王不是想起了云梦台，而是想起了相氏。还是有子嗣好啊，大王至少会看在孩子的份上。